成個冬天你過得如何呢？嗱，我就去咗玩啦，去滑雪啦。你係咪日日喺度戇居居 hea 時間，定係返咗工廠去入餅乾呢？有啲人呢，就掌握自己人生嘅主動權。咁我哋半年前咧就介紹過呢個英國 CeMAP 英國 Mortgage Broker 嘅 course 啊。咁時間話咁快就過去啦，有88個人已經咧攞到 CeMAP 嘅專業資格，華麗轉身做咗英國白領金融專才啦。阿成哥話齋，知識改變命運啊！你睇下 Trustpilot 嗰度，嗱，佢哋個個都一致好評㗎。嗱，人哋咧想做 mortgage broker 又得，入銀行做 mortgage 審批穩陣打份工又得，隨時咧係高人工過香港嗰陣嘅嚇。嗱，我哋回一回帶先，故事嘅主角 Antonio 咧，之前喺香港做交層嘅，係幾百萬年薪嗰啲，即係咧嗰啲上晒岸嗰啲 OC food 啊嚇。嗱，喺2020年咧就嚟英國自己投資物業。原來英國揾銀行做按揭好麻煩噶。嗱，佢自己香港做嗰陣咧，要揞啲現金回贈俾啲客噶嘛。嚟到咧又要俾翻錢銀行喎，竟然係咁。佢發現咧，佢揾中介搞轉個手咧，幾日功夫就收咗佢1500。嗱，唔單止英國嘅 mortgage 咧，2年5年咧就要 renew 一次嘅，唔似香港咁一簽就30年。哇，咁啊即係不停都要俾錢人哋使。咁所以咧，佢就自己考咗個牌。直接買咗個 broker firm 翻嚟做。你知啊，鬧細嘅高層嘅思維模式係唔同嘅，自己落手做，不如一齊做，發大個平台嚟搞。香港、澳門、新加坡、杜拜，有人想買英國樓咧，都可以揾佢哋。啱啱咧，佢哋澳門咧又開咗個新嘅 office 添，請個新人，就係之前畢業嗰啲同學仔啦。咁但係咧，做下做下咧，佢發現請唔到人，原來冇其他香港人咧識做呢啲嘢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就搞咗個極速 course。佢啲學生咧得43% 係有金融服務業嘅經驗嘅啫，咁但係經佢手咧93% 都一 take pass 喎。如果你都想拎翻人生嘅主導權咧，你就要聽下佢哋嗰個免費講座啦。咩係 CeMA？攞到牌點樣提升你嘅競爭力？前景又如何咧？有冇得做㗎？點樣攞牌啊？有咩基本要求啊？要讀幾耐啊？嗱，你聽完就知啦。佢哋業務咧係非常廣泛嘅，買樓啦、按揭啦、buy to let 租俾人啦，一條龍咩都有㗎。最緊要係咩啊？佢呢個係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嘅持牌機構嚟啊，咁啊放心啦，係咪？有咩咧？喺下邊聯絡佢哋，資料同埋報名表就喺下邊㗎啦。自己未來就要自己掌握，